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和大家主题好，你台湾的呀农业好发展到东乡东站，唔过好讲到呀台湾台东呀个蔬菜，大家会想到乜嘅？第一就想到的可能就是你赤松米哦。其实啦，台东呀个蔬菜唔单像赤松有种米，还有东多蔬菜没有种米哦。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哈，有一堆东后生。佢啊，就是7年级的同后生的两公婆，佢啊就欢喜呀的尝试呀，比较高兴的生活，佢啊就点到转到韩式世界生发的蔬菜、生种的蔬菜，韩国佢啊就唔单唱啲几片生发咯，佢啊就还想要来串联呀关山的当到农产品，韩国甚至推动规则关山的观光，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嘅来宾，分享陈家谦，分享家谦。各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推动关山的陈家谦，大家好。好，分享家谦来到节目当中吼，最近同后生就给听真多头摆生发类呀。我们讲比较乡下的蔬菜，也个故乡的蔬菜，怎么个会想到讲会欢喜呀？可能尝试的生发，因为当到后生人都会想讲，后生的时节啦，做得去诺会打拼啊，做得去赚下多的钱啊，还后生赚到像他像是享福，就是退休生活的那种感觉。怎么跟你一开始就会想要按你做？其实跳板我嘛系出去图书买就白偏走谁啊？只是我们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会想要回来。那第一个方面是因为我的爸爸，他因为我们家里本来就务农，做买钢种然后佢讲上我咁做啲专业佬去买米，佢会上，因为他提过好几次，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也有想过啊，只是没有把它当做说这是唯一的选择，只是我结婚了，有成年嘞，就那两公婆就想讲，咁我伫咧西部休成年嘞，那咁做咧专业不卡休成年嘞，就本来的成年可能我记阿公阿婆，安样，所以我们就两夫妻就。辞掉西部的工作，我们就回来关山。然后，但是，我们要回来要做什么？做马改，就是其实，我们家里本来就务农啦，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的话，我们就把不怕走的事情给传下去，安样。所以我们就，把关山米这件事情，把种关山米这件事情，我们把它揽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样子。哇，每次都同 T P 咧係，同本人向下來討論出2-3年，我帶啲新人向下轉到關山。人嘅本人咩係關山人，係一係講其他蔬菜。我本人係三甲，新北，三峡。郭少吉願意跟你一起回到鄉下？其實我們兩夫妻在結婚的時候就有這個意願，我們覺得是說可以的話，就是真的就是想讓自己的小孩子，我的太太是在都市長大的，她有她的童年跟我童年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她就只是想說，如果可以的話，她想要讓自己小孩子體會她不同的童年，因為我常常聽到我的老婆講說，她是在樓上往下，在那個高樓當中往下面看。就他的每天幾乎就是會，想要下去走一走，想去看看，但他沒辦法，他們就是大人要顧小孩，就只能在關在房子裡面這樣。啊，但是在我們鄉下，我們是有溝通，走咧行來行去，走咧走來走去的，嘿，所以我們所以他想要讓他的小孩子也能體會到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對，我知道啲城市同鄉下嘅那種生活係完全冇共用嘅，比如講我閒些時間我帶沒有力，對，我嘅生活咩係下課嘅時間啦，我就到田順風去田邊玩，啲水準啲都米旱呢。
这是可能很多在台北在都市生活的生意呢完全体会不到的生活。对，古时候低雄哈，可能环境就是孩子的大自然教室，对不对？对，没错。哦，所以回到关山以后，也的自家来经营不开呀港中的部分，韩国买米的部分，唔但像按你也的和自家来创立一家品牌，而且这个名字很可爱，叫做南岛秧满田。对，虽然说只是卖米，但是我希望说它可以比较不一样，可以跳脱传统的一些做事的方法。就是我也会回来，我爱走来买米，但是我们附近也有很多不同的小农也在底下买米。那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设立公司行号。再来就是那个。我们一开始在做米的时候，我们就很确定做米的包装的时候就很确定说我们要做小包装米，然后我们想要否那些企业用户或者是公司里赠品或者是饭店用米，我们都可以，就是让关山米也走出不一样的一个市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创立一个南岛秧满田的一个品牌。对，你大家想到过关山米，可能就会想到过，我去关山农飞，然后买3公斤、5公斤一大包的米。对，但都是家庭用米，但是他们就是，但是我也希望说，对，关山米冻好些，但是我也希望说，你们买到关山米是可以拿来送人的，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可以做的漂亮一点，再做精致一点的包装，让你买来可以送人。对。古时候，好商人真都不卡来捞传统的产业做一系列改变，就本地冇可用了。古时候，我们这个南岛秧满田的这个米呀，算来有按到哪几种的品种的，同大家了解一下。好，那我们南岛秧满田生产的米呢，主要是高雄139这个品种嘛。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家乡米跟纯的高雄。这是纯的，这个是家乡米。家乡米哈，这个家乡米是台梗71号跟那个139号米2个米，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米的一个品牌，一个结合这个样子。真经懂香呢。对，那个有芋头香，这是。观众朋友，睇下點毛1碗米啊，1碗飯一邊都要醃樣旁地度嘅時節啦。嗰啲醃樣旁就係飯香面嘅，呀講話荷蘭水就會流下來。對，這個是有芋頭香的。那在有熱的時候，它的香味會更多，會更濃，這個樣子。好好吃哦！對。你剛剛係2種米結合咗強下。因為我們認為單吃香米會稍微硬一些，所以我們會希望說用139這個品種去跟它做一個調和，用71號跟139去做一個調和，這樣子會比較好入口，又有139的甜。這個樣子好好吃哦，所以這個是家鄉米。這個是家鄉米。那中間那一碗呢是純的139號米。純的139號。純的139，因為我們本身栽種就是139號米，高雄139的米。然後它的特色是冷飯也好吃，然後它的米粒小顆一點，但是並不影響它的口感。然後它很適合煮粥、煮咖喱飯這樣的米，它也很適合煮燉飯。它因為它的米是比較軟一些。所以它就是很適合栽種在我們東部地區，常常看到的米種。不只是比較軟，它其實也比較黏一點點，對不對？它其實是比較黏一點點的。像阿群們眼就懂好吃要這種比較黏一點的飯。像如果是吃泰國米，我就會覺得有點比較粒粒空空的，就覺得黏黏的。然後不管是拌飯、拌湯還是單吃，就很好吃。所以這個是你說139號米的特色。對，它的特色是冷飯也很好吃。冷飯也很好吃，它完全不會硬，不會那樣很顆粒的感覺，咬下去沒很軟呢。那米很愛吃個愛啦。是的，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把它碾得特别的金白，这样我也希望说稍微黄一点的话，保留一点米糠，会让大家再吃一点健康这样子。可能大家看不到，不过我看好那个米，比如说椭圆形的米呀，跟蛋糕那个尖尖的地方，上面有一点点黄黄的部分，还是有点黄，对。这个是就是它米胚芽的地方吗？除了是米胚芽的地方，但是其实那个是米糠，我并没有让它泡得特别的干净，这个样子。
哦，所以你会自己控制这个米？对，我们会自己控制。大概要磨多少？要把它的皮脱掉多少？那这样的米要尽早，就是你煮完以后要尽早把它吃完，会比较好。不然呢？不然的话，它因为米糠的部分会使得那个白米饭在冷却之后也很容易就是腐败掉，所以这个米所以要早一点把它吃完。那这个是我们139的糙米。糙米，阿拉糙米就是也是我们自己碾的，那只是我们只做了1次的脱壳而已。1次的脱壳，那外面一般大概是做外面的话通常就是可能脱完壳以后，然后还会再稍微磨过它，通常会这样，或者是再另外去选米，把不漂亮或者是颜色不对的米把它选出来。那我们是通常就是做1次脱壳。那我们糙米很好玩，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糙米1次脱壳，所以吃起来其实还蛮有嚼劲的。对，其实是蛮有嚼劲。我一开始吃，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麦子的感觉。对，它其实还蛮非常有嚼劲。有人特别喜欢这样子的口感。有其他家现在都会希望可以多补充一些膳食纤维的部分。对，这纤维值很高。对，而且其实等到你吃糙米啊，就会吃到好像太硬了，或者是壳太厚了，或者是有时候你泡水泡不够，那米心就会煮不透。对，就常常会遇到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应该是因为你煮得很好，而且再加上米的部分，你刚刚说139号它本身就是比较软，对不对？不说虽然No Boy 它的外壳吃起来是有一点嚼劲的口感，不过底部一个洗吗还是非常软，非常 Q 的，慢慢的切，还有一点甜味这样回出来，而且我觉得吃这种糙米或胚芽米都非常适合要减肥的姑娘们吃。为什么呢？因为切它斗摆，然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感受到饱足感的部分，对不对？对。哦，古时也系阿群妹说，南岛央满田呀，3种米品种的感想哦。好，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讲其他的故事。好，分享大家又真到富起来咧，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地道吼，係同大家來小結呀，台東關山來嘅好米哦，家下阿群妹又說到，哇，呀米是真型係當好，尤其家下嘉倩又同大家講到吼，這個139號高雄139號的呀米啊，到底是什麼神秘的米？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啊？哦，好，高雄139號米呢，這個米種是我们台湾很经典的一个米款，它民国68年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它是由高雄改良厂去研发出来的。那很好玩的是说，它是高雄改良厂的米种，但是它在我们花东地区种起来却是特别的适合，所以呢，它可以算是我们东部地区、花东地区的限定款的米种。花东限定款的米种叫做高雄139号。对，所以常常我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吓一跳，说：“我明明是在卖关山米，为什么我会有高雄米这样子？”对，那是因为适地适种，再来就是我们在花东地区的土壤跟阳光跟它的温度其实是很适合高雄139的栽种的。对，因为花东大部分就是平坦的平原嘛。对，姑说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日照，因为它就等于说比较少山脉的阻挡。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关山也是盆地，然后白天特别的热，晚上又冷得特别快，这个样子。那再来就是水质也不一样，然后土壤是黏土，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就是在疾病的防治上面呢，其实，在我们关山人在那边种米的时候，有特别的去也可能有一些讲究吧，就是说稻米就是在我们在关山地区就会比较不容易得病。这个样子，顾寿亚就会懂 TPA 139号原来在花东可以种得那么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让它变成了花莲限定款的米种，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有这么好的米的品种，按你因为啊，其实因为大家呀哈主动从事呀食安的问题，大家就知道讲，颜色的东西係哪来的，可能佢係用的种诶，係马上人种诶，整个生产履历大家开始就会渐渐的重视。对，没错。对，所以想问看，价钱呀的种的方式有很用诶。好 ，OK。其实，在回乡前几年的时候呢，我是采用灌式农法，
那只是说，当时因为我要跟我爸爸学就是农务这个种植，那我们先从传统农法开始去学起。那等到后来到这几年，我慢慢的去减低了农药的使用，其实也已经不使用农药了。然后，但虽然我们不是有机农，我们不是有机农法，但是我们可以把农药这个东西给拔除，把它拿掉。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在我做惯性农法的时候，然后我们常常会去喷洒一些农药，这样在当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喷洒农药都是往前走，那农药在我们前面，但我们往农药堆里面走。但我太太就觉得说，哇，你为什么要往农药堆里面走呢？这样不就是会吃到药吗？但是我跟我太太讲说，那难道我们往后走，然后就会跌倒啊？如果我们倒退走喷药，不就会跌倒吗？后来我们就讨论结果说，好吧，那我们就不要再喷药了。对，就因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干脆讨论说不要喷药了。对，所以我们就后来现在就是，我们就把农药这件事情给拔除掉，就不做这件事情。其实，懂你因为一开始还有适应的问题，太阳就会想到讲用惯性农法其实是比较好操作的。对，那可能理念上会想要，当然是朝无毒或者是有机慢慢的前进。对。可是其实，我们谈过懂你如讲，其实不能操之过急。对，没错。作物也要适应，土壤也要适应。对，就连你自己人的经济方面，你也要适应。其实一开始如果真的去大方面的去使用那些惯性，不是使用那些有机或者无毒的话，其实它的收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人去做。我会建议大家先从惯性做起，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当你自己掌握到你的关键的时候，你慢慢去改变它，慢慢的去调整。太讲 Q 哈 V 都气改会设在东西嘛，所以大家一起为了这个作物一起来努力。没错。姑嫂，你气改听的按你慢慢的转换，慢慢的朝无毒农法在前进的时候，会遇到吗？该困难吗？好，通常困难就是老人家会说话，老人家一定会讲法啊，你也无按这啦，你也无摸台落啦，你也无臭片的呀，你会天天听，你会心里会紧张，对，然后但是你又很想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其实各方面都会有，而且也会影响到你作物的收成的量，所以要慢慢去平衡，慢慢去想，慢慢去平衡。像是我到了今年第3年，在做这个不喷药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到今年才有我的产量才慢慢回升起来，在第3年的时候。不过每因为亚的过程啊，你慢慢的找到，比如说要从这个无毒农法的栽种，要怎么样才可以让稻子长得更好，让产品长得更好，这样子的方式。那像是说我们种稻子的时候啦，我比方说我们种稻子的时候，有一小paper，就是说可以的话就以139这个品种来讲的话，你在插秧的时候，然后呢，你可以不要插得这么密。不要插得这么密，让它多一点空间。多一点空间。那因为你插得这么密的话，等它们长大，台扑起罗西那很容易得病的。那因为在你施肥的过程中，可能管理不当，就很容易得到稻热病。那如果说你可以不要这么的就是你不要那么的密，你让它稻子有松一点的话，其实那个空间是有的，有的话就会比较通风，也不会因为叶子互相打架而互相传染病这个样子。哇，原来是安呢。不过刚刚价钱你个讲的时间，因为相当于大问题了。因为台东其实改个甜食，因为它的纬度是偏比较南部了嘛，对，比较偏赤道，相对于其他北部的地方来讲。对。那安呢气候会不会太热，导致稻子的收成有一些跟其他种植稻米的地方不一样的元素或因素？有，就是热的话，其实我们的米种都是热带的米种，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台湾嘛，然后那越热，其实稻子熟成的越快，就像是屏东早年他们是3期，那我们其实我们台东我们关山这个地方呢，其实从以前一直都是2期这个样子。那其实真的是看你怎么去操作，就是怎么去操作跟挑选米种。
嘿，像是139，人家讲说139，其实他的意思是139天以后才会收成。139天，对，所以一年365天。两期紧绷，对，差不多了，所以就很好玩，就是因为我们还要休息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你要怎么去挑选你的米种也是很重要的，对对对。但是也因为它是晚熟型的，所以它其实对米的品质，然后谷粒也会比较饱满一些，那是很重要的，那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有好的米种，有好的环境，有好的种植方式。其实啊，管山羊的手采种米，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不是最早以前就有了。听说是因为经过一些事件的发生，才会导致关山妹有米后种，有米后生。其实关山当年要种米，其实也是还蛮有点困难的，就是水，最主要就是水，对不对？所以讲到关山米，会讲到关山大郡，关山大郡，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关山大郡的由来，它又很特别，就是说，其实当时是没有人力去做，没有工程款，也没有人力去做关山大郡的。那变成是说，大家在整个村庄里面都要出工去做这件事情。熊阿贡就要包某一段的工程，就是无条件就是出工啊，嘿。公家的工人，公家的工力，对，公家的劳工，对，所以就要下去大家负责这一段，你要把它开挖起来。因为大家会靠它来种米，啊，所以就是你要负责，你也要负责，你要负责，这样，所以才会有关山大郡。所以它的故事是很特别的。对，古时候迄大家比都爱种米，穷下3芒大兵，张有这么棒的关山大郡，都压哈张有按到后色的关山米，对，才会造成现在后面的2000公顷的米的稻田这样子。哇，所以按好的米啊，听说有懂好的包装啊，其实很少人对包装都有个特别的想法。对，所以嘉谦这边作为同台要来讲一下，两个米的包装很特别。这个我之前有吃过，就是日本的米的包装，它就是长这样，好可爱哦。阿 Q 妹现在手上拿的这包是叫做手札苞米。手札苞米。手札苞米，那只是说我们是用一张纸去把它折起来的。比较特别的是用一张纸，因为我们通常看到说纸的包装都是一个套袋，那套袋你使用完毕之后呢就没有用了，却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觉得很可惜。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把一些关山的意象，然后放进到包装里面，放到包装里面，那包装上面就是只有写小农的故事，还有煮饭的方法，到底你要全部打开来，全部打开，你可以把它打开来，这是用一张纸折起来的。这一张纸它还有玄机在里面就是了。好，来拆开来，哇，它这里面是一张像是地图的东西耶，好可爱哦！漫游关山。对，我们当初想法是说，关山米好吃，对不对？那我们希望说，你带了关山米走了以后，也可以看看我们关山长什么样子。就是以后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拿这张地图，然后回来我们关山看一看，能种出这么好吃的米的地方，那它的街景是长什么样子？它也有很多老店，也有一些小店，它的故事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夫妻2个人，两公婆就想讲甘做的就是在行销关山米的过程当中，也行销自己的家乡啊。对，古时候看到结合米，结合关山的旅游，结合关山的一条农产品，就係來本大家，想要本大家來認識一關山一個所在。古時候啊，其實關山米、韓國關山一個所在，還有較多嘅事情，要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來。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同大家來紹介係台東關山的這個南島陽滿田，佢阿就帶來嘅好米哦。韓國後，剛剛阿群妹有看到佢阿就會包裝，唔單槍呀，這個手札包的米後背啊有貼圖以外。其實聽說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是不是？對啊，這個版本呢，是我們把它囊括了，就是關山的節氣生活。節氣生活。對啊，來到關山是什麼時候，然後是什麼節氣，那
这个时候关山人在做什么。对，比如说我们在清明的时候啊，关山人写嘛改，关山写冲条啊，我就会把它写上去。你会看到那关山你也不下带，那关山你的洗冲款都是条要不然就是那个丝瓜，嘿，对对，所以我就会。我想让大家介绍，我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们关山，你离下来关山，你会看到马改，你会系统马改这个样子。那像狗胎的时候，我们关山在做什么？关山的时候休息，每个人就对，还没有休息，是还没，他有扫波管，虽然有些有扫波管，那扫波管心你就看到哇，整个小镇都是浓烟弥漫，对，我好喜欢烧稻草的味道。然后还有呢，有些店家呢，他又买冰我们有卖冰的冰店，那它只有夏天才开，它是在端午节之后，然后在中秋节之前，就这段时间才有冰店。我们关山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这样子。你说你就是后来才回乡，我觉得你很了解关山这个地方哎。因为我常会去就是小时候有在观察说，其实我们关山很特别，然后除了早年的脚踏车步道，然后还有一些其实还有我们的金水公园以外，其实镇上有很多其他的故事，然后有一些老建筑物，对，然后像是我们看到那个有那个明信片嘛，对不对？这也是你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嘿，对，其实我会希望是说，你来关山也可以带走一些东西，这个样子，像是我们关山有些老建筑物，我们就把它做成明信片，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关山，像大华行。是我们关山很早期的一个百货公司哦，就是它算是百货公司，好有纪念价值对，它对我们关山镇来讲，它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中华大戏院这个地方，中华大戏院是当你好久，在我小时候以前，台东只有7个戏院的时候，据我知道有7个戏院的时候，我们关山就占了3间。好，那现在关山就保留了这一间中华大戏院，它的外观都还在。那其实它对我们关山人来讲，就是它有很多神灵型那个记忆回忆，像是在庙口卖那个卖什么啊？卖棉花棒、糖葫芦那些都棉花糖啊，棉花棒是什么？棉花糖啊，对，还有那个烧环贝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就把人家的会省发，不管是放在地图里面，放在那个节气里面，都在你们的包装里面。对，明信片里面就是要告诉大家关山的美跟关山的好。对。对，鼓手啊，金文义，天师级头前的乡亲朋友，大家有福了，好不好？阿 Q 妹送礼物不是啊，是嘉谦来送礼物。泰嘎斯爱弟啊，富起来的粉丝专业吼，带下留言，你就做得来出3分哦，请泰嘎认真的关注我们福气来了的粉丝专业哈。好，我们单枪案呢，其实嘉谦也都还有一个关山的市集哦，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市集产生呢？好 ，OK， 盘市集其实在我们当年回乡的时候也有想过这件事情，对，但是。当时我们的想法，我们刚从西部回来，其实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说，关山没有观光客，应该是不可能办市集的。所以其实这个只是稍微对，但是后来我们沉淀的差不多将近到9年、10年这个时间，然后真的是在前年我们才开始实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本来预计想要办200，就办200就好嘞啊！其实后来发现，不是呢，关山真的是，不热闹很久了感觉，然后就没想到办了之后人好多，人很多，反而不是观光客，而是在地人，所以我们就在地人。那反而说，后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办下去？其实，然后而且我发现我们之后要办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可能都是办给，就是在彩地林，就是那些问题吼，办给在地人的意思是摊商吗？还是说老爷你其实会猜听你看到的情况大概是？除了我们的摊商是属于关山地区或也有一些是从台东市或者是更远从高雄都来，因为我们会邀请一些像是西部地区的摊商过来，我们希望给自己。在地有点刺激，所以我们才会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来逛市集的人也多半是我们关山人这个样子。然后其实让那些阿公阿婆又有地方走一走，还有行哎，然后又有地方可以认识一下我们年轻人这个样子，那告诉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年轻人现在在做什么。因为其实台东关山啊，全台湾东都以农业为主的这些乡镇，可能很多的年龄都是比较高龄化的社会。没错。对，所以让这个方式，本大家老人家做得来接触后生意，后生意做得来谈老人家家就会经验同故事，是很有趣的交流。对，是一个交流。对，而且不只是这样，听说你们还有提供这个导览或者是体验的活动。哦，对，那其实最主要是导览这个活动，然后我会希望是说，有观光客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带着他以小镇市集为中心，我们把人用那些老建筑物做串接，然后来跟大家讲关山的故事，然后就锁定在关山里面，我们走一圈这个样子，然后我会带大家去认识这些店家，然后跟他们讲我们这些店家有什么故事。当然像是说，我们关山有很有名的那个中药行，还有中药行。那中药行我不会带大家进去买中药，我会带大家去买白川，然后白川就是那个胡椒，就是胡椒，因为中药行的胡椒是手磨，就是现磨的，对，那是很特别的。所以我就想说，来了，我们不是买中药，我们是去买那个胡椒粉，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胡椒粉很漂亮，又很好闻，这个是现磨的这个样子。其实也得台南的服务啊，听说爱懂菜地的人，而且不只是要在地人，还要非常的了解菜地的环境、菜地的人文、菜地有嘛个法通、那家店的后生，这些其实都要非常 detail 的去了解关山在地的平民的生活，你才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告诉给其他的观光客想来玩的人。没错，就像是说，你说胡椒粉，其实我真的就是我有观察到，他在每天在磨胡椒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的胡椒粉是不是真的很有名？这样后来才知道，我爸爸每天都有去买。原来是这样。那如果天司集团前的乡亲朋友，他们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导览活动的话，应该怎么做？可以来我们市集的粉丝页报名，可以来我们关山小镇市集，对，就可以搜寻一下粉丝脸书搜寻一下，就可以请到这个关山小镇市集，就都得来报名这个头来没发托。对，不只是这样，其实你们也很努力的把关山的后尾农产品来做串流来做结合。对，听说还有这个米跨界蜂蜜，是不是？对，其实。我们当时回乡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是只有做米这一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关山的物产给它好好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最早连接的呢，就是我们关山最有名的蜂蜜，就像是我现在带来这2罐蜂蜜有来，然后呢，我们把它米跟蜂蜜做一个结合，做一个好米甜蜜蜜的一个好米甜蜜蜜，好可爱一个礼盒这样子。那也告诉大家说，关山除了米以外，我们关山还有很有名的蜂蜜。它口味也特别多，也很多元化这个样子。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一个关山好物的一个架构下去进行。其实我们当时想要推，除了自己的米是南岛央满田这个品牌以外，我们也想要推一个关山好物的这个品牌，让大家让关山的一些不管是农特产品，像是手工作艺品都可以进来。这样我们就是以关山为出发点，让关山成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品牌。没错，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结合啊，其实呀哈没董家看到一些类似这样子的结合，而且我觉得这些结合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完整的把一家素菜的 T 恤可以销售到可能不是在当地，它是要往外拓展的。对。那你们的这样子的礼盒，你们会希望可以大概推广到什么地方，或者是现在其实基金有的那家素菜有的给买？好 ，OK。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就是一个品牌架构下面说，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些米还有以市集为出发点，然后我们把它给
就是搬进到了那个饭店里面去。饭店，饭店，因为其实我们台中地区没有百货公司啦，已经很久没有百货公司了。那没关系啦，苗栗也没有，苗栗市也没有。然后有的话，我们就是好多饭店。那很多饭店会有很多观光客，那他们都有贩卖部。那我们就是以小镇市集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观山好物的一个品牌。然后呢，我们就是把那个饭店所需要的一些什么东西，由我们市集去统筹，我们就一整个去搬过去，这个要搬到饭店里面来。对，所以等于说饭店可能是观山好物的一个销售据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特别，嘉谦真的很厉害。你不单只是地布卡了，中后米、买后米，和上欧老亚观山的等等农体产品啊，还有这个观山的生发啦、观山的观光，全部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乡下有这样子的你，非常非常的幸福，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故说啊，各位乡亲朋友，假使大家好有想来了解这个南岛央满铁，了解呀，你观山的好东西，分享上面书去搜寻哦。今天谢谢嘉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田运动欣赏来做运动了。